上面個陣位都有啲 crack 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如果你有睇翻啲度尺相咧，呢啲位置咧，其實我哋呢啲瓷磚咧會有啲 crack 喺個瓷磚度出現，咁就有機會曾經有個滲漏嘅情況。但係你見到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唔係咁明顯嘅，因為其實係有少少嘅試波靈要做啦。然之後咧呢啲位置咧會零舍黑咗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講緊有少少輕微滲漏嘅跡象。一個位置咧點解會無啦冇咗一半嘅牆身咧？最大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咧客人喺同我哋傾設計嘅過程都想咧就係個自然採光咧可以採多啲入嚟呢一個位置啦，同埋呢一個位置。Let's say 咧，我而家再熄多一次燈咧，其實你就會見到我而家企緊呢個位，其實係好暗嘅，因為你見到咧，其實主要嘅採光度喺嗰度，同埋我哋啱啱睇到廁所個窗咧，其實係好細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點解會有呢一個設計嚟講咧，最主要都係想採光咯。其實佢都有密封嘅廚房，因為客人都唔想咧，就係會有油煙出到嚟啦。雖然佢唔係煮一個好大量嘅油煙嘅嘢。